台南市城西粪扫分化路、金城路新建工程经费大约54亿，规划以 BOT 方式办理，甲一般政府采购案无同，包含工程、环保、促产投资等无同专业层面，会当借由廉政平台，让市民朋友更加了解一寡重大公共工程，以公开、透明而且合法一个程序来启动，让厂商、市府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拢会当成为上大的赢家。请启动这是一个结合中央跟地方政府跟民间所建制的一个非常公开透明，能够为市民谋取最大福利的一个平台。简而言之来说，它从公共工程的这个委员的甄选程序的这个公开透明，以及到最后评选的一个公开透明，到最后能够这个讨论出议约出一个最好最有利于市民的合约。这个过程中，全程都是在司法机关的这个监督之下来完成。那坦白讲，这个部分因为什么台南市会启动这个廉政平台？因为它的采购金额高达54亿，早就已经超过廉政平台的启动的这个水准了。廉政平台只要几亿以上就需要启动廉政平台，这个是高达54亿的这个工程金额的采购，所以廉政平台的启动是理所当然，也是法所必然。所以呢，我们需要借着这个廉政平台，能够让市民朋友们更了解一些重大公共工程，它是如何在一个公开透明而且合法的一个程序来启动的。那最后能够让厂商、让市府还有所有的市民朋友们都能成为最大的赢家。目前台南市废弃物主要是由城西粪扫分化炉以及永康粪扫分化炉处理，但目前这两位的分化量犹原不足，而且城西厂营运已经超过20吨。为了确保粪扫以及废弃物会当妥善处理，新建一座日处理量900公吨的分化炉，引进高效率能源回收，不但解决了粪扫问题，上重要会当提升发电效率。这个廉政平台的成立，更会当让公务员安心办事，上大的受益者就是全体市民。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